这还没仔细问哦。别人拿着花呀，不用买，不用买，不用动，走到这儿就行了。有一个人走到这儿，然后这样说，你往那边走，第二个往那边走。好，然后再说了算。然后一个走上来。1、2、3啊！走吧。来，好出来，过来，好上起来。上来！哎，一个。上来！哎，这个！这儿一个，这儿还有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重新来，重新走一次，重新走一次，哎，重新来。重新来。小老，邱正，你们两个也来。这儿还有一个啊，这儿还有一个来，哦，老六，快点，戴个帽子。你的帽子先披了。我着馋了，能不能去给人吃一下？这人家一个伯父买的，他说给团队的，里面是有手链和卡的，然后我想着今天过大家要签卡的嘛，然后全部签了不好，我想是明天线上的，结果你给我拿走了，我找钱了，我还到爷爷那去找，我的妹妹啊！毛二不是。不要了，再买一顶算了。我记过你刚叫我他妈过来嘛，我天啊，我这。刚刚康哥给我的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康哥给我的，他说剩下的他的给你。不是。我特别多，我还有花，还有妹妹。我的肉夹馍，不夹馍，不夹馍，被初级摸，被你也摸了，我摸的是我。你摸了，好恶心啊！这些的，好恶心啊！我的。这是五夹馍。真的，一天没有被他们手摸一点。五夹馍，肉夹馍。你有没有洗手？肉夹馍。肉夹馍。来跳过去等于就有了。我的帽子呢？我帽子没有了，我那个特色就没有了。特色。我帽子呢？好吧。什么？特色没有了。来，我要怎么走？走过来嘛，走过来，然后拐个90度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这个。重新来个。呀，单着帮着我抢着下。一个来啊！你们全部一个来。一个一个的走过来。一个来。一人一个动作啊！哦，一个站起走。你要把那个闪光。快！俩小了。这两个小孩最前面走。两个小孩。徐长洲。你是第一排过来。走。你随便对啊，走到这里嘛，对，走到这里。就90度。动作，然后第一个往这里走，第二个往那里走，走到这里这里开始，要往什么动作，什么动作都可以。随便你3岁里面走。到了这个位置对一下镜头，笑一下，然后就走。rosa把两桌项目动作口音，那讲动作口音。这样。哇妈的，发现动作要的那种。打完球。这样。你给团长动作两个。好，开始。小龙都可以。你说的更像了。
来，等等，3、2、1，开始走。回来了，一个一个，两个做，一个一个好看。一个这边走，一个那边走，不要。一个好看，一个好。3个女生一起走，走啊！好，看着可以吗？男生项目这边走，女生项目这边走。随便带顺序就好了。录个视频那么麻烦，不要看我看镜头啊！看镜头走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走，随便走。好了，再来下一个。哦。妈的，都打下来，来，打过头，打进这个，可以进去，打可以进，打可以。来，往前来。我觉得你干了不？我视频那么麻烦，真的是这些人。老母，来。回家母。不要上我们这里，这有直播间，他们可以一起那随便走嘛噻。走吧，我走了再。哎，你变了！一个五疯子，多一个老六。拿开点吧，来一个。好给整个大我。我去玩的，不是才艺表演。来，过来。遇见他的老了。平安夜嘛，我老了。过节嘛，Christmas Day 嘛。呀，老六过来，你一个人来一下。真的。不是要好好的来哦。好。把那歌声听上。是真的。啊，这是特别好。在我家没来。我家来一个。在我家来一个。来一个。来过了他。来一个。来，一个人来一个。随便走一个嘛。那个最帅的，看的。他的这个，我的这个。你看，我就到这个。这些这些基本在教啊，这些基本在教，工作也好要看。大小，呀，来拿块专门过。你给个什么光？我你带的。来。吐口水。来，没人洗小完。去争。来右转，右转来一个。站起来，别搞。我在拍视频啊。来啊！对，来，节奏感。这里面没有一个正常的。不正常就正常了，不正常就正常。高的机会就跟他们。我是节拍，我是节拍。可以
哎，就扫地哟。快点快点，我陪你知道。等一下。这个动作。学长还不能这个动作，还往下一点。好，对了，该你们了。赶快走嘛！体验一次的。我家的那一小包，来，来，吴家木再来，吴家木再来一个，哎，新动作来一个，然后去这来一个嘛。有时间时候给我发一下你。我晚上给你发了，我回去了，弄了就给你发了。哇塞！我摆杆子的。但是，不是，男团是打。你很高兴啊，这项目。我一直想问你，你的狗呢？洗澡，现在洗澡他不来。他每天每周都要洗澡，每周星期天都要洗澡。稍微动作来一个嘛，真的，一人一个。来，过来拍照给我们拍照。你拿出来。来拍照，来，就是拍照动作。来，老李过来，来，吴家木，家木，吴家木，来拍照，你们来走。来，吴家木，给你跳一个那个起码我求你了。晃，动作晃，再换，晃的，基本上晃的。吴家木，起码我跳一个嘛，起码我跳一个，求你了，跳一个。哎，两个人跳，你们两个跳嘛不？我印象有没有？跳一个，求你了。你来唱。女的，你觉得这个？太搞笑了不？那放吧。你也是蒙古还是蒙古啊？打够了。想嘛放嘛搞笑。来跳一个，求你了。音乐放去。来，现在去这来。我不会好好跳，吴家木，来。真也来了吧？来，你跳嘛，现在你来，吴家木来嘛，哎呀，太搞笑不？吴家木。吴家木来着。要抬起来，高一点。就高一点。你要不加第二把你。来，吴家木来不？吴家木来。打我吴家木来。不来就走。来一把，再走。最后来一个。站住。走吧，差不多了。已经小头痛。几点钟吧？在那山脊上，升起白白的月亮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，哎呀！我的手太硬了。不会。好，走吧。都尽量，我看到灯了。没有，你要他发出去，真的这样的话你。学长，现在你有点像这个。完了，我瞬间忘记我。出现了声音。吴家木，你没看到这个视频吧？吴家木，
杀猪的声音。撞了没有？你来了吧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撞到箱子上面了。再唱一首歌，是我吗？撞到上面了，撞到头上了。难不成？撞到这上面了，这上面了。这跳舞了，走了，他们在玩儿，走了。爽。这样个平安夜的嘛。市中心都是通宵。哦，强哥，你拍个视频推给。好，可以。